肉眼看心假如说我们要看心，心的眼是妄，所以这个地方六祖讲的心就是我们日常用的啦，不是在讲那个真心，真心呢是拼除完成所有的妄的，那这边的心眼是妄，那个就是讲我们日常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我们把六识当成心，就是那个心心是妄。那么知心如幻，知道我们日常用的心好像幻，都不真实，故呢无所看，是幻的话呢，再怎么看还是幻。肉眼看见人性的本见，要看见的话，我们人的那个佛性本来呢就是清净，由妄念故这个覆盖真如，就是因为我们的妄念，所以呢盖覆真如。没有妄念那个真如就会呈现，所以我们把那个真如盖覆，就把它这个盖起来了，让它呢呈现不出来。但如妄想呢性质清净，只要我们把妄想去掉，我们的那个自性它就恢复清净，就可以回到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那么起心看见却生见妄，我们起心要来看见，却产生那个见妄，是实已已经不真了，已经有起心动念，然后有所看，然后已经不清净了，妄无处所，所以这个妄无有处所。我们以前有讲说这个真心有体妄心无体，各位都还记得吗？记不记得？真心不落入思维，妄心本无处所。三际求心心不有，心不有处妄言空，妄言空处即菩提，无相光中常自在。我们有没有讲过？没有，或许是记得有比喻那个茶杯说我们那个妄心再拿一次来比喻说这个茶杯长得还蛮漂亮的，喜不喜欢？喜欢就是心嘛，对不对？可是这个心就叫妄心为什么？因为这个茶杯会变化。我们假如说不小心把它摔破了，那我们喜不喜欢？刚才喜欢的心跑去哪里？不见了，对不对？怎么找都找不回来，对不对？所以这种心就叫妄心。我们的日常生活是不是都用这个心？我们都用这个心来面对所有的万象万事。万象万事会不会变化？会变化。我们的心会不会跟着变化？会。所以妄心本无处所，妄心没有地方所在这样了解吗？真心有体，真心它有一个体现在，你用它它给你用；你不用它的话，它还在它没有离开，1秒钟也没有离开。所以真心有体，妄心无体。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修道用的就是要用真心不要用妄心。这样能够分别了吗？可以了就是会随着外面的环境变化那个心那个不是真心，那个是妄心。因为它一直在变化，那我们要修道，就是要用真心，不会变化的心来修。不生不灭的真心修不生不灭的道。
这样才会成就啦。所以这个观念自己一定要知道，也要自己找到不生不灭的真心了没？有没有啊？真心跟妄心它是同体呀，两面。我们只有认识呢那个妄心那一面，真的都不认识。那现在我们了解说，只要呢我们都观念放下了，一念不生，真心就呈现了。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用这个心来修道，就可以修正。所以呢这个妄心没有体真心有体。万无触手，看者呢是妄要看这一个心已经就是妄了那个妄心没有地方所在。那么见无形象，确立见相这个清净没有形象我们呢要立一个那个见相，起心要来看见这个已经呢就是偏了。言是功夫说呢这个就是功夫。那么作此见者障至本性有这一种见解的话，障碍自己的本性，即被呢见腐被这个清净绑住了已经呢偏了。善知识，若修不动者但见一切人时，不见人之是非三恶过犯我们要呢这个修不动就是如如不动我们要修持如如不动。但见一切人时看到别人，不见人之是非善恶过犯，没有看到人的是非过犯。别人是有是非，有善恶，有过犯，可是我们不进入内心或者都一再讲，别人修得好的，功德很多不会分给我们。别人做得不好的，造了很多罪，我们不用去承担，对不对？那要不要去检讨别人？不要可是我们都时常这个坐着就会检讨别人，站着就给别人检讨了所以六祖就讲，我们要修如如不动就是不要看到人的那个两面就是要记得人的好，不要看到人家那个不好的那一面。那么即是呢自性不动没有看到人家的不好。善知识，迷人呢身虽不动，开口便说他人是非长短好恶这个身呢虽然都不动，可是呢一开口就讲人的是非善恶这样就不好了这个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所以不要呢去讲人家好坏以道为背，跟道相违背。若看心看境即障道也就会障碍我们修道。师是众言，善知识，何名坐禅？此法门中呢无障无碍要怎么样来坐禅呢？在这个坐禅的法门之中呢，就是没有障碍只要都没有障碍，我们就在坐禅了那只要我们内心有障碍那就没有在坐禅了所以不一定说身体在那边坐才算，只要心里面都没有障碍都是通达道都是流通通达的。外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外面呢对所有一切善恶的境界我们心念都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看到自性呢如如不动就是禅，坐禅所以这个呢都是从自己的内心做功夫。甚至是何名禅定？那什么叫禅定呢？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外可以离相，所有的相都可以离的，然后内不乱就是定。外露着相内心即乱我们外面假如说已经着相内心就会乱
外露离相呢，心急不乱，本性呢自净自定，所以我们呢就是要这个本性啊自己清净，自己进入那个定力，只为渐进失尽极乱。我们看到呢这个景象，然后去想那个景象，内心就会乱。若见之相心不乱者，是真定也。若看到呢所有的见有形有相，心都不乱，那个就是真定了解真理的。说诸相，所有的相都虚幻不实在，心为什么要动？就不动了，所以那个是真定。善知识外离相呢即禅，内不乱即定。所以我们呢就是要学离相，外离相内不乱，外禅内定是为禅定。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从自己内心做功夫。菩萨呢戒经语我本性言自清净。在呢这个菩萨的戒经里面戒律里面说呢，我本这个本就是原来我呢本来本性就是言自清净，言跟本是相同的就是本来就是清净，本性呢本来就是清净。善知识一念念中呢自见本性清净，自修自行自成佛道。所以六祖呢跟所有的这个会场之中讲说呢，一念念之中所有的我们那个佛性本体之中，自见本性清净，自己看见然后呢自修，自己呢修持让它呢清净，自己行持让本性清净，这样呢可以自成佛道。全部呢都是往内做功夫啦，没有说往外。这个呢是这个座谈品第5最短的。那么底下呢就讲这个忏悔品第6。10大师见广韶济四方世事呢遍及三中天法。六祖呢看到呢这个广州、韶州至四方一些呢读书人跟平民百姓都呢集中呢在山中呢听法，于是呢声奏告众曰：说来知善之事，此事呢须从自性中起。这个忏悔呢要从呢自性中起，以一切时念念自净其心。一切的时我们念念自己来清净自己的本心，自修其行，见自己的法身，见自心佛，自度自戒，使得不假到此。所以要自度自戒，才不会说那么远的地方到这里来了都无收获。既从远来，一会一此皆共有缘。所以这个缘很重要了，要因缘成熟才会有这个上乘佛法呢这个传达。那么今可各个胡跪，这个胡跪就是跪一只脚了一脚跪一脚没有跪，那个叫胡跪。那么先为传自性5分法生香。次受呢无相忏悔，那么众无贵。这个自性5分的法身香，那个戒定慧，然后解脱之戒5分呢这个法身。那么师曰一戒香，即呢自心中无非无恶无嫉妒无贪嗔无结害。所以这个蛮重要的，我们自己在心里面就要有这个戒香。这个戒是5分法身香里面的第一个。自心中无非没有是非啦，然后无恶没有那个恶念，无嫉妒
各位浅浅，这个虽然看起来说啊我拢无啊，我们都会想我都没有这个啊，其实我们内心里没有看见而已啊，所以或许先讲一个那个这个有关于那个忏悔的那个小故事，就是寺庙这个主持啊，一直在跟徒弟们讲说，我们每天呢就是要忏悔，要能够感恩啊。他那个徒弟他心里面就一直很不愿意啊，我不做唔对啊，我又没有做错，为什么一定要忏悔啊？然后有一天这个外面来了一个妇人，他就要求这个寺庙的主持说我要求这个能够给我忏悔，因为我做了一件很大的错事。这个时候这个师父呢就想说利用这个机会来教导他的弟子，他就跟那个妇人说，好，我让你能够忏悔。然后你现在在那个寺庙的前面，那个庙庭向前走20步，然后向右转又走20步，你拿一块大石头来我这里。然后呢跟他那个徒弟讲说，你也这个从庙庭里面向前走20步，然后你向左转，然后再走20步，然后呢弯下去找一颗小石头来我这里。然后当他们都把这个事情这个办到的时候做到了那个师父就跟他们讲说，你们现在把那个石头回归原位。那个妇人大石头一拿，马上原位在哪里很快就复回，就放回去了。他这个弟子拿那一块小石头放了老半天，放不到原位了，不知道原位在哪里。各位知道这个意思吗？就是我们每天大的错事自己知道，小错事不知不觉，然后到师父面前来，师父，我不知道他原来在哪里。师父就跟他讲说，我们人都是这个样子大的错我们大概会很明显知道，可是小错误不断，小错不断我们都不知不觉，所以都不甘愿忏悔。这样了解意思吗？那以后各位愿不愿意忏悔因为忏悔了以后那一些污垢才能够去掉，不然它都在，它都会常在。所以这边呢说心中无悔、无恶、无嫉妒、无贪嗔、无结害，这个都不容易要真正的心里面深处都切实做到，名呢叫做戒相。那么第二个定相，即睹知善恶境界自心不乱。睹呢就是看见，看见呢知善恶的境界自心不乱，名叫做定相。那么第三个慧相，就是呢自心无碍，常以智慧呢观照自性，不造呢知恶，虽修众善呢心呢不执着，境上呢面相，均序孤品，名慧相。所以这个慧相就是自心都没有障碍，自心无碍。那么常以智慧来关照自性，所以这个智慧就是般若，用般若来关照本体，我们佛性本体，不造知恶，恶都不会造，
在这种状态之下，绝对不会造此恶。那么虽修众善，心呢不执着，虽然在修呢众善，所有善呢都在修，可是心呢不执着，境上呢面相，这个长上这个长辈啊都能够尊敬，然后